早晨的社会课，林老师拿出台湾历史地图。历史就像火车，一站一站往前开。我们要搭上时间列车，去看看台湾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。第一站是谁？17世纪，荷兰人在台南建立热兰遮城，西班牙人在北部建圣萨尔瓦多城。1662年，决成功驱走荷兰人，开始汉人特权与文化融合。1683年，清朝接管台湾，设台湾府沿海九城，开垦土地。1895年，日本统治50年，修筑纵贯铁路，设学校，引进工业与医学。二次大战后，1945年，我们重建家园，发展工业。1996年，人民第一次直选总统，台湾走上民主与自由的新时代。20世纪末，芯片科技让世界看见台湾。17世纪，帆船开进海湾，热兰遮城迎着夕阳。西班牙之旗，北方堡垒，留下文化与信仰。接生空收复开新疆，高兰与信仰传四方。清朝设复兴农桑，一面开垦创希望。日本时代修铁路，台湾南北传人潮。医院学校新制度，现代城市渐渐高。时间列车当当跑，历史转轴不停靠，每一站都有故事，记录时代的心跳。战后灯火亮公正，刀剑换成电子章，青年远航学技术，岛屿变成科技港。民主选票在手上，自由之花开满巷，芯片闪光在国际，世界看见台湾亮。闪耀，从古到今不停止，台湾连接全世界。民主选票在手上，自由之花开满巷，芯片闪光在国际，世界看见台湾亮。民主选票在手上，自由之花开满巷，芯片闪光在国际，世界看。